2009年起，政府策动投资移民的梅花卡，想要鼓励外国专业的人才来到台湾做台湾人。10年过去了后，敢若申请19件通过，其中2014年、2015年拢无人申请。台湾投资移民的条件比附近国家像新加坡、日本、韩国搁较低，是安怎会无人要来申请？有人认为讲是台湾投资环境无吸引人，嘛看到台湾的人才慢慢走出去，区域竞争力无够的问题。为着加强延揽外国的专业人才，留伫台湾服务，政府从2009年开始推出这个投资移民梅花卡，只要是外籍人士符合条件，就会当申请，而且通得到永久的这个居留权。不过这10年来，简单有19件申请通过，甚至2014年、2015年，今年到早4月为止，竟然无人来申请。台湾整体的投资环境还是欠佳了，政治的不稳定，很多的政策在政党轮替之后都没有办法延续。目前投资移民摕到这个梅花卡有3种方式来台湾投资营业，超过1500万，而且都要这个创造5个以上本国的劳工就业机会满3年。另外，投资中央政府的公债，甲其他的金融商品超过3000万，嘛需要满3年的时间。若先投资20万的美金来摕到这个居留权，5年后符合这个相关的条件，买当来申请永久的居留。投资的状况其实并不是很透明，很多的投资会因为政治的考量而受到不明的这些干扰。那第三的话，就是整体的法规对于外资还是相对的不友善。国发会伫去年来策动新经济移民法草案，打算要来放松投资移民的相关规定。不过，若是有牵涉到这个金流控管的问题，跨部会超测的时无共识。不过，台湾比新加坡、日本、南韩这国家因投资移民的条件较低，梅花卡伊这个催杀的效果无好，安尼嘛凸显咱台湾投资的环境，伫咧国际舞台伊的竞争力是无够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